师们呢？有。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新年快乐！这是新年过了的第一个主日，今日阁是落雨天，阁寒，大家有缘是抱着温暖的心来到咱的教会来敬拜咱的上帝，相信上帝会赐福祝福，予咱的兄弟姊妹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所以咱要来锻炼咱今仔日要献唱的诗歌。咱第一首呢是要来唱538页，我心大欢喜，主在身边。真失望，请老师。
接要来练习520首至圣的天父求你拍落听，请老师。煞接咱用安静的心来唱《进入我心》，请起立。正济。
恁着学老耶和华，我的心啊，你着学老耶和华，我一生要学老耶和华，我要活一时要唱歌学老我的上帝，耶和华要做王到永远。实安啊，你的上帝要做王到万代，恁着学老耶和华。即是咱要做伙参加来吟诗学老上帝，圣诗538首，圣诗538首。救主用保护洗我清气，打我的保养面前学老，为我主耶稣赎罪功劳。打我的保养面前学老，为我主耶稣赎罪功劳。请您专守，这是请大家起立。咱议员徛伫，咱做伙三甲用书读圣经，搁一遍来告别咱的信仰。书读圣经，我信上帝全能一臂，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勒岛入内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担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看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徒相通，罪赦免，肉体各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点，咱要三甲来启应上帝话，记载伫启应文第30篇。启应文第30篇，若显着咱三甲来启应，我来启，大家来应。我抬头看山，我的帮赞对上主来，伊袂互你绊倒。以色列的保护者袂遁民，上主是你的保护者。日时日头袂伤你，上主会救你脱离逐款灾难。日出日入，上主会保护你。
即时咱三甲同心来祈祷。亲爱天父，满心感谢俄罗你，主啊，因为听世间人，你特别拣选阮，通过主耶稣基督，成做你圣的囝儿，阮要深深感谢你。亲爱天父，阮一人因为阮家己照家己的意思，当阮伫阮的母胎的时阵，阮就已经带罪来到这个世间。你有缘听阮，阮要深深感谢你。愿爸上帝，你互阮人生这条信仰的道路顶面，互阮会当看到阮家己的罪，嘛求你会当来赦免阮，互阮会当学习怎样谦卑，怎样顺服。主啊，这万行事拢是你定定的，阮有缘将这事搁一遍交托摆伫爸上帝你的面前。但阮也要为着阮台湾即块岛屿来献上祈祷。当阮台湾即块岛屿有拄着济遮天灾地变，有拄着地动，主啊，当有济人性命丧失，也毋过爸上帝恳求你的神有缘甲阮支持，互阮看到有搁较济人愿意将家己献身伫主你的面前，因愿意帮助遐艰苦人。主啊，感谢你，当天气渐渐地寒冷。阮也看即个天气的多变化，有济人，尤其是这长辈的肉体有缘拄着这的艰苦，恳求天父上帝，你有缘保守因，天顶来祝福，要伫因的顶面成做搁较好的见证。当伫即马新的一年的开始，阮有缘将这事拢交托伫主你的面前，也恳求你保守阮，特别保守淡水教会以及所信你的这的主。这囝儿，主啊，你听因，你也要互因伫每一个所在、每一个角落即要成做爸上帝，你搁较好的见证，感谢你。当阮也为着阮的教会目前无牧者，也恳求你保守阮、帮助阮，互阮会当赶紧找着一个好的牧者来牧养这羊群。主嘛，因为照你的话所拣选的，嘛恳求你。就万人事拢就照着你的旨意，互搁较济人嘛会当顺服伫主你的面前，互阮会当早一日来聘着好的牧者，感谢俄罗你。伫即马寒假中间有济遮的青少年，无论因是咧打工，也是因咧工作，主，阮有缘将因拢交托伫你的手中，你互因有搁较大的快乐，互因伫所做的顶面，拢会当成做主你通好来欢喜。毋然安尼，伫每一个人的家庭的中间，虽然阮伫过年的时阵，也有济人会当转去到家己的厝，伫遐来团圆，总是过年一过，嘛真济人爱工作爱离开。阮有缘恳求爸上帝，你来保守，或者个家庭拢要得到爸上帝搁较大的祝福。毋然安尼，互因的遮个大家新妇甲遮个关系，以及囝儿时地，遮亲子的关系，拢要得到爸上帝搁较大的照顾，互因会当定看到主你的疼伫阮的心中。但阮即时嘛要特别为着心灵伫遐空虚、艰苦、不足的兄弟姊妹来献上祈祷。主，你同讲，你的灵伫倒位，倒位就要得到自由。愿爸上帝，你亲自甲因三甲支持，嘛甲阮三甲支持，互阮的心门会当拍开。有主你的话语，时常就到着阮的中间。毋然安尼，天父上帝，你妙言差派真济天使，甲着这人三甲行这条信仰的道路，互阮伫所行道路中间阮无孤单，阮无伫遐感觉寂寞。主，阮要感谢你，阮嘛为着教会身体欠安的这兄弟姊妹来献上祈祷。主啊，当年龄渐渐在加添，总是肉体伫遐的衰微。恳求你有缘保守，互遮个长辈因有好的信仰的中间，互因遮晚辈嘛会当伫遐来看到，互因的身体嘛有缘会当健康时时刻刻做着搁较好的见证，互阮通好来学习。阮也感谢你，愿天父上帝继续来保守遮个长辈。当阮也从今仔日纪牧师要来伫阮教会内面遮来正道，也恳求爸上帝，你有缘保守纪牧师。互伊伫所做的工，拢得到爸上帝搁较大的祝福。恳求爸上帝，你对天顶来祝福，伫阮每一个中间，嘛伫阮的会堂的中间，阮当只有欢喜感谢你。阮也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阮要三甲来祈祷讲：
阮伫天年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对你亲像伫天年。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着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请圣歌队。
愿灵感归伫天顶的爸上帝，平安甲喜乐，守护伫地面上伊所欢喜的人。这点，咱做伙三甲来共读上帝话。今仔日上帝话有两位，第一位的圣经则是伫新约的圣经，腓立比人书第3章，咱要对第6节看到第17节。第二位的圣经则是伫同款腓立比人书，咱要对第4章的第1节看到第4节。首先，咱先来献到腓立比人书第3章第6节。若显着，咱三甲来看上帝话安尼讲，腓立比人书第3章第6节，照热心就是捆着教会，照地律法的义就是无芳通嫌。若是平素做我的利益下，我为着基督已经看伊做损害。毋若安尼，我真正看万事做损害，因为我掠捌我的主基督耶稣做第一好，我为着伊捌损失一切，也看做粪扫，是爱得到基督，来常常踮伫伊，毋是有家己的义出伫律法的，就是有对信基督的义。上帝为着信所想事的，互我捌伊，甲伊国外的权能，以及有份伊的受苦，来学伊的死，看为着通到伫迄个对死人中的国外。12节，毋是我已经得到，也是已经完全，独行进前，看为通得到基督耶稣的，所以得到我的。兄弟啊，我无掠家己做已经得到，独专有一项，就是袂记即后面的事，注意头前的事，所插的标来走，到得到上帝伫基督耶稣对顶面吊咱的赏。所以，咱见若做完全的，就存这个心志。若伫什么事恁存别样的心志，上帝也要用这个指示恁。若是咱所已经教的，就照这个来行。兄弟啊，恁着三甲有我，恁有阮做模样，就着注意看遐个，照安尼行的。煞接咱来看腓立比人书第4章，咱要对第1节看到第4节。上帝话安尼讲，所以我所疼所羡慕的兄弟啊，做我的欢喜，做我的勉励的，所疼的啊，就安尼徛在伫主。我囥油锅底，搁囥순桃机，就当心伫主。搁真会当看啊，我也求你帮赞这两个负责人，因为因捌甲我同出力伫福音，也甲哥里面以及基有甲我同着活的，因的名记伫活命的册，就常常踮伫主来欢喜。我要搁讲伊就欢喜。以上愿上帝祝福听耶话搁去行的人。这点咱要请记录师来甲咱正道的题目是雕成脚只，基督丰盛活命的喜乐。雕成脚只，基督丰盛活命的喜乐。咱将时间交记录师。来兄这平安，新年恭喜，上帝听你。咱甲厝边头尾来讲，新年恭喜，上帝听你。咱真感谢主，特别伫早起，伫旧年拄开始的时阵，我着听遮尔水的诗歌安尼嘿。咱的圣歌队所吟即首的诗歌非常的好。这首诗歌原来英语名叫做《Jesus Name of God》，耶稣上帝的咏歌。伫华语的敬拜赞美内底，常常咧唱即首的诗。总是我第一遍听到竟然有4部的合唱安尼吼。我想我爱摕转来阮教会，互阮的诗班来唱，非常非常的水。
咱会当看见的第一句话，就是讲当你痛痛、找无向望的时阵，你要向谁来求救？你要向什么来仰望？就是我讲，耶稣基督、上帝恩膏，就是咱的仰望。这句话是行出了汉地变，碰到耶稣的时，你就讲看上帝的恩膏啊，因为伊就是咱信仰的向望。你早起我较早来，所以我坐伫后壁时，我举头一看，哇！你知影咱遮即个记号什么货无？足济拍车有无？有人知影这什么意思无？啊！伫旧年10月时，我有去荷兰去35天。荷兰的首都叫 Amsterdam， 到处拢看到即个记号安尼。竟然今仔早起伫咱的教会也看见即个记号。即个记号什么意思？伫16世纪的时阵，荷兰有济的瘟疫，有济的火灾，也有济的水灾。啊，所以因就用即个记号，就是代表三位一体的上帝要成做咱的帮助。啊，所以咱每一届来教教会的时阵，咱敢若看见这三个拍车啊，咱就知影今仔日圣歌队所念的诗歌，看上帝的恩膏，上帝的恩膏是咱一切的帮助。伫过去我伫美国牧会的时阵，啊，伫阮的教会有三个啊，有一对年纪较大的长辈，阮的教会差不多450人咧聚会。啊，一对长辈每一届来的时阵，87岁的亲家塞到104岁的亲，为后壁遐安尼直直塞来到头前，坐伫我的面头前。我一届看咱澹澹行来的时阵，我拢非常的感动。迄是非常水的87岁的亲家塞104岁的亲来教会礼拜，笑吟吟。有一下我问讲，啊，你104岁，你逐日咧创啥呢？伊讲我吼，逐项拢输啦，目睭输、骹输、手也输安尼嘿，敢若喙无输。我为什么喙无输？伊讲我的喙，逐日会当用诗篇来祈祷，逐日为着我所捌的牧者，为着我所捌的朋友、子孙，伫上帝面头前祈祷。伊讲安尼，我的喙无输安尼，听了非常的感动。所以我想起到，什么是基督徒的使命？一个外口104岁的姊妹，伊愿望就是足爱甲上帝讲话。今日有一天到上帝遐去的时阵，甲上帝讲无话，哇，迄著真惨啊呢！免学习，伫咱了有生命的时阵，也会喘气的时阵，也会吟诗祈祷的时阵，学习甲上帝讲话。有一个真出名的学者，也是伫近代上出名的一位牧师，叫做Eugene Peterson。伊写过40本册，伊所写的册非常的畅销，有人写敢若一本，就有1500万的人伫遐来甲看，来甲买安尼。伊讲咱人的使命就是咧雕像，诗篇内底所有遐的话语，就是咱伫雕像的时阵，咱必须常常放伫咱的身边，亲像啥？亲像天落客所带的卡棒同款。诗篇互咱会当来吟诗，诗篇会当用诗篇的话语来甲上帝对话。你会感觉为透早到暗时，甲上帝有足济的对话安尼。咱看见即个人，咱拢捌顶回讲道我有讲起到，这什么人？陆先春牧师。陆先春牧师伫遮伫淡水教册，后来到伫三峡牧会，
1947年的时阵，伊互孙雅各牧师派到伫山地伫遐来报道，甲另外一位牧师吴文治牧师伫布隆族伫阿美族伫遐建立167间的教会，带领20万人伫遐来信主。罗先生牧师，伊写足侪诗歌咧。咱知影，咱今仔日游园的唱调，至圣的天父求你落听咱带歌的姊妹，我第一遍听到即句话，上好的翻译叫做拍落听呢，毋是落听，拍落听，表示伊对咱的咧甲伊讲的话非常的欢喜专注安尼。伊伫山顶咧做工的时阵，伊就爱用一首，这是以色列人咱叫做雕像的诗篇。伊安尼讲，我会行北往上，我会帮战队打落来。伊家己一个人伫山顶，伫遐咧做工，逐日咧爬山。伊想到诗篇121篇，伊就自然伫遐来背出来、唱出来。伊就写咱的圣诗242，咱捌唱过无？我要行北往上，我会帮战队打落来。挑选就是不断伫灵修的中间，甲上帝三角对话。我伫新学院教讲道学教10几年，常常会甲学生讲：你若无灵修，你就无可能通讲道安尼。你讲出来的话语，拢是你家己想的，你的人生哲学，毋是上帝的话语安尼。无灵修，你就无办法通传达上帝的话，安慰、鼓励，甚至是医治。伫礼拜日的讲道的中间，所以一个真出名的学者，伊的名叫做 Howard。《Time》杂志，伊讲这是全美国上好的一位神学家。伫伊册内底，伊用一句话做伊的结束。伊讲，伫人的生命的中间，上重要的是啥？上重要就是你是毋是有建立甲上帝真密切的关系？因为你将来要去的，检知无你的囝儿伫边啊，无朋友，你逐日必须面对上帝的时阵，你学习雕像的路的时阵，你就是爱建立一个上好的关系安尼。咱的圣歌队甲改名叫做啥？我遐至圣的。我感觉上重要的，伫我的信仰内底是甚物货？这倒落就是恁今仔日的经文，保罗先生伫遮所讲的。伊讲，若是安尼，我真正看万项事做损害，因为我掠捌我的耶稣基督做第一好。等于咧写这首腓立比书的时阵，伊是互人关伫家家。保罗先生有足好的教育背景，伊老爸嘛足好业，伊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伊若莫碰到耶稣基督伫大马色的路上，伊嘛会当有足好的生活的成就。总是腓立比书伊是安尼讲。为了要得到耶稣基督，我丧失所有的一切，看做本事，是要爱得到耶稣基督。咱毋知咱捌想看卖啊无？暗时特别足安静的时阵，你敢捌想着讲，我若莫碰到耶稣，毋知安怎呢？保罗先生伊伫最后，伊伫监狱内底听候明仔载罗马政府对伊的判决，要死，总是伊一点点啊都无后悔。我已经丧失一切，总是等我得到耶稣基督。
不老先生伫伊生中间，伊捌行毋着，总是等于真正捌着耶稣基督的时阵，生甲死对伊来讲，拢毋是遐尼要紧安尼。伫2019年的时阵，我受邀请，台神邀请我到伫马街，到伫双连还有一个新学工作。我做工完的时阵讲到一半，结果全身瘫痪安尼。遐有2个医生的执事马上冲来头前，伫遐甲我照顾，来好势了，我继续讲。煞了，赶紧送去台的急诊室，自动脉剥离安尼。我的自动脉剥离去的时阵，马上给我做核磁共振，拖啊规身躯。迄个给我看医生讲，牧师啊，你后盖无搁继续讲，你搁继续讲落去啊，你就无命呢。因为救助的时间敢若有70分啊，定呢。所以我就伫遐手术待40天。伫手术的时阵，用15点钟，医生将我的心脏甲停止10点钟，我的心脏袂停动。伊用即个体外循环的机械，互我的器官内底的物件会当继续搁放落去。所以至10点钟，我算死的人安尼。一个人无喘气10点钟，就是已经再见安尼。互恁问，互恁想看卖，只10点钟我去倒，心脏无叮当去10点钟我去倒，我去见上帝安尼。对啊，目睭闭紧的时阵，我看见光。我伫新南医教做10几年，我第一句话讲：哇，原来你是真的安尼，原来你是真的。我就问伊讲，伫圣经内底，因为我新南医教圣经啊，伫圣经内所讲的遮的，敢是真的？伊讲，逐句拢是真的，逐句拢是伊互每一个相信伊的人上大的应允安尼。上帝就讲，我要互你成做一个死，搁我的见证人。等我要送去手术的时阵，牧师娘我问讲：啊，你有啥物遗言无？因为醒起来记的敢若1/7尔点，讲无。因为我读过保罗先生伫遮所讲的，血生血活，我拢是属基督安尼。伫过去我安怎活，伫将来安怎活，耶稣来互我停止我的生命，我嘛是愿意安尼。我一个查某孙仔正手边一个，迄个时阵才6岁，阮查某囝将伊唱的歌放互我听伫病床内底。迄首诗歌叫做《Jesus Has Power》，耶稣有绝对的权柄甲气力。保罗先生伫今仔经文，伊安尼讲：血生血死，基督伫我的身躯会当得到荣耀。我想咱做雕像，逐日上帝国咧跑走的人，这就是保罗先生伊到伫最后生命要结束的时阵，伊上大的一项祈祷。伫旧年大概差不多14月的时阵，我接到通电话，一个长老打电话我讲，牧师，伫马街病，一人已经昏迷，差不多2、3个月，啊，总是伊的查某囝，足爱伊望伊会当生咧安尼。我就去，到伫马街病的时阵，已经昏迷2、3个月。目睭毋捌提金，总是竟然当我踏入去伊的病床的时阵，伊目睭全金起来。伫遐我咧吟诗学了上帝的时阵，伊目睭金，手有指甲，阮就甲伊行势咧，
该问的时阵，伊逐句话拢讲啊足清楚。伊的福音人坐伫边仔，伊讲牧师，我敢会当先煞洗礼安尼？经过3礼拜，伊蒙主温调，正手平700度，就是伫因兜做对事礼拜的时阵，我问遮个家属，即个家属拢无信主，敢若即个查某囝信主。我问讲，恁敢愿意信耶稣基督，做恁仰望的对象？伊讲，愿意。保罗先生伫今仔日的经文内底，伊讲生在死，来当伫基督内底，迄是上大的一种的祝福安尼。咱会当看见，保罗先生伫过去，伊也毋捌认耶稣基督的时阵，伫今仔咱所读的第62安尼讲，伊讲论的心，我是困着教会。困着教会，嘛会当做一人对上帝的热心。伊讲若论律法，我无啥物下事，我是上好的一个人。当也未明白基督的时阵，伊看家己，总是当伊明白基督的时阵，伊第一句话，咱知伫圣经大马色的路径，伊伫解碰到耶稣的时阵，伊讲主啊，你是啥物人？耶稣那甲回答，我就是你所困着的迄位耶稣安尼。伫过去啊，保罗先生也毋捌基督的时阵，伊掠做困着教会，是对上帝上大的热心，无怕算耶稣讲你是困着我。这人的信仰，咱看见论热心，咱袂赢这穆斯林，咱袂练。赢者的回教徒，回教徒咱看见伊伫高铁扑落去，伊就跪伫遐祈祷，伊的阿拉，咱无迄种的勇气。咱甚至看见伫911，穆斯林的人，伊愿意驶话人去弄101大楼，我想基督徒无即种的勇气，总是因会错误伫倒。错误的信仰安尼，论热心，我是对阿拉总是所做是济的伤害。回教徒每一年，因拢爱到伫因的圣地麦加去伫遐来朝圣，至少一世人你爱去朝圣一遍。所以每一届到伫朝圣期的时阵，足侪人围围开开到伫麦加，伊有一个桥，非常的细。足侪人要经过这个桥，就互相伫遐来吞打。2015年的时阵，伫遐互相吞打死的有2177个人安尼，2000多人，到伫今仔日，伫遐乱死打死的人，也是拢超过1000个人。错误的朝圣的观念，就是亲像保罗先生伊。也未信主以前迄种的款式。当苏利安互人要点石头点死的时阵，圣经描写讲，保罗安怎做？伊听见苏利安伫遐讲，无将这个罪归伫因的身上，因所做伊毋知。总是保罗先生伊做一个少年家，甲人看遮的衫的时阵，伊伫遐拍鼓讲有够赞，够赞啊呢！圣经使徒行传第7章最后一节，伊讲扫罗看伊的死，做啥？做欢喜安尼。一直到伫后来转变的时阵，伊伫提摩太前书第1章第12节，伊讲我是罪亏，我是谤读上帝。过去我掠做我是服侍上帝。原来我是咧谤读上帝安尼，所以最后伊安尼讲，主的恩典给我的丰盛，互我伫基督内底有信嘛有听。伫过去保罗先生对上帝的热心有信，总是无听，嘛是毋对的信仰安尼。
伊行入去迄个错误的信仰的价值观，必定嘛办。彼得等耶稣基督要进入到各国他进入耶路撒冷的时阵，耶稣讲我有要受掠、受死3天要过我。彼得听了的时阵，就该责备讲：你哪会当安尼讲安尼？你是阮所望的弥赛亚，你哪会讲你要去死安尼？责备耶稣，总是耶稣从来毋捌甲一个人讲过遮严厉的话。伊讲啥？顶悬咱的PowerPoint写啥？撒旦退去我的后壁呢。耶稣毋捌讲遮尔严厉的话，总是因为伊错误的价值观，互耶稣伫遐心惊吓，军队外的人竟然到今仔日也是讲迄种的话，所以就甲彼得讲：你无体贴上帝的意思，你搁来体贴啥？体贴你家己的意思安尼。常常咱伫奉事军队耶稣伫朝圣的路上的时阵，咱常常亲像彼得共款，咱体贴咱所爱，咱袂记得上帝爱是甚物。所以耶稣伫即个时阵，伊讲一句真出名的话，伫无伫PowerPoint，伊讲人若趁着全世界，丧失伊的性命，有啥物啥？有啥物利益？原来即句话翻译，迄个性命是灵魂的意思，伫原文叫做预客。一个人趁着全世界，丧失你的灵魂，有啥物利益啊？有啥物利益？所以刷落去讲一句话：人若要得到性命，就爱安怎？放弃伊的性命。人为着我甲福音，放杀伊的性命。要得到永远的生命，咱知影要挑胜，要跟对耶稣行天路，的确爱有一个模样，有一个信仰的前辈做你的模范。咱拢捌去佚佗对无？啊，佚佗需要啥？需要导游，啊，无咱学乱走。同款伫天路行天路朝圣的路上，你嘛需要有啥？有导游安尼。所以保罗先生上爱讲的一句话，讲啥？恁着来学我，亲像我啥？亲像我学基督。基督就是我信仰的导游安尼。我就是啥？我就是恁信仰的导游。伊才用一句话叫做学我，我互恁的模样。模样即句话，伫原文的意思叫做突破，就像个印模啊共款。耶稣的模啊，甲印伫咱的心上，咱就诚做亲像啥？亲像耶稣基督迄种的款式。什么是保罗先生爱的模样？伫今仔日腓立比书第3章的第10节甲12节，伊安尼讲，伊讲互我明白基督。知影伊过我的大能，并知影安怎甲伊做伙受苦。哇，即句话足困难安尼，学伊的死安尼，学伊的死。伫过去，人军队耶稣想讲，我大概好行，我大概好名声，我大概会互人尊重。总是保罗先生伫遮讲啥？学伊的死。耶稣基督安怎死？我毋望我嘛会当安尼来死。耶稣基督安怎死？为着全世界人的得救，用伊的生命交我。保罗先生嘛毋望伊的死会带来足侪啥？搁我的活命，搁我的活命。所以安尼讲，毋是讲我已经得到，已经完全，我是尽力头前所查的表来走。目的要创啥？我得到基督，啊，基督啥？嘛得到我。常常咱咧军地时阵，咱总捌得到基督，总是煞袂记迄句后壁迄句话讲：基督有得到你也无？基督有得到你也无？所以伫遮讲，学习耶稣基督的死。咱感谢主伫咱长老会内底，
咱即马进入到伫160年，今年咱的教会是153年，咱比南部减7年安尼。所以160年的中间，伫咱的长老会教会足济遮的信仰的模范，因将因的青春、将因的生命留底互咱安尼。咱知影倒像平济李佑牧师是长老会第一个牧师，因为马雅各医生毋是牧师，李佑是第一个牧师。等于拄仔甲夫人人结婚了后，伊的夫人人大巴肚，加伊12岁，两个人来到伫台湾，开始伫南部一间教会建立25间的教会，39岁就过身去安尼。伊将伊的性命，互耶稣基督得着安尼。咱遮马偕博士安在27岁来到台湾迄种的孤单，坐伫咱隔壁即个马吊，迄种的孤单无人会了解。第一遍洗礼的时阵，1年后有7个人洗礼，收圣餐了后，伊接到一张被，大使馆讲你转去才家己看，拍开伊上甲伊关的上好，伊的大姐 Mary 过身去，大声伫遐哭。迄个时阵已经28岁，伊的学生讲哇，这个少年家啊需要一个某安尼，总是无拍算马偕博士看的某，当时才12岁呢，28岁看到12岁，一直等甲7年后，厂啊大汉18岁了后，才伫遐甲伊相共结婚。结婚的日子就是台湾释教纪念日的5月27日，伫遐做纪念。第三个，咱看这个叫做罗家敏，22岁，学院毕业就来到伫台湾，伫中部大社，就是马偕，就是中华基督教病院的前身，得到入病3年就过身去。过身去的是讲，请你将我的身躯种伫这块土地，因为这是上帝爱我来的所在。25岁，所以经过3年后，男医生非常的感动，就来到伫台湾，伫遐孤单拍拼做工，16年久拢是家己一个人。第17年，伊的先生娘才来到伫台湾，和伊做伙结婚，就是连马玉。因将因的青春，用因的生命，互咱要创啥？留互咱一个生命雕成的一个模样安尼。咱捌一个人叫做明友德牧师，做总会议长，捌做过咱东港的校长，嘛捌做过新南院的院长。有一天，有一个妇人人带伊8个囝，因为伊的先生拄好过身去，无依无我来到伫明牧师的教会。伊讲阮无地去，阮翁拄好过身，我带6个囝，8个囝呢？明牧师讲，请你暂时会当住伫教会。经过几十年后，咱看见正手边。这个人叫做连家恩医师，足侪人捌伊。伊做替代役的时，到伫非洲，伫遐对非洲负担。伊打电话甲因老爸讲：“我需要钱。”因老爸是一个牙科，拄咧共看喙齿。迄个看喙齿，迄个 patient， 迄个患者，讲需要偌济？讲需要60万。这个患者讲：“我全包了。”后来就伫非洲，伫遐建立恩林的学校，开始台湾一个足好的一个普世宣教运动的模样。因为明友德牧师来伫台湾做工，就是第一个
将台湾的教会全普世宣教的第一个宣教士，无拍算，伊照顾的家庭，连家恩医师就是迄个官府的孙安尼。几十年后，伊毋茫台湾有普世宣道迄种的看见，连家恩医师伫遐来完成伊的愿望。保罗先生今仔日的圣经才甲咱讲兄弟啊，恁着三甲来学我，恁有阮做模样，就着伫看遐个照即个模样行的人安尼。伫我生命的过程中间，我受两位牧师足大的影响。第一个牧师就是教育牧师，教育牧师要去阮教会的时阵，伊阵还未过身去的时阵，伊常常到伫二林基督教病院迄个时阵，我也是高中生。伊伫遐看病人的时阵，阮就缀伊的脚脚后，因为伊用钢卡，所以拢穿拖，安尼拖咧。阮这个少年囡仔就缀着伊的脚脚后，伊看病人了时，阮就到病床伫遐分互因一张的传单。1970年6月7日，下昼时13点55分的时阵，伊将伊的生命交予上帝。伊留的2句话，诚做阮军地人的一个模样。伊讲：我甘愿为着主来做工人。今日有足侪人对伊的感觉无够野，总是讲：我愿为着主来做一个工人。伊讲：伫我的生命中间，若无这位上帝，我的生命存在无价值，亲像花，亲像草，一点仔久就过去安尼。我的生命的价值在伫有一位上帝伫遐。阮阁另外一个读大学的时阵，阮的院长韩伟安尼，等于伫美国的时阵，伊带领足侪遮的查经班。等下到伫台湾，遐个过去带查经班的留学生，后来拢转来到伫台湾传福音。有一年，我要山顶报道，带伫因兜，透早伊的舞拢穿的，甲阮12个学生伫遐来做早餐。我讲院长足歹势安尼，阮是你的学生，啊你来甲阮替阮做早餐。伊讲你错了。伊讲今天早上我服侍的不是我的学生，今天早上你们要到山上去为上帝做工，你们就是上帝我的仆人。今天我服侍的是上帝的仆人。伊留2句话互阮，伊讲 We are second to nobody。伫上帝目睭前内底，咱每一个人拢是上宝贝安尼。伊上爱一句话，咱毋是要互人服侍，咱是要服侍人安尼。伫80年代，我到伫哥伦比亚进修，迄年拄好即个 Staten Island 的自由神像咧整修安尼。散车学生就去看卖啊。到的时阵，有一寡搭一张标啊，叫做 I love New York。然后我答来讲，你爱互我5块。我讲哦，散车学生一届敢若搭一个只爱5块，目睭头啊呐全夹起来呢。伊佫马上佫甲我搭正前面佫甲我搭一张叫做 I love your smile。我嘛，你嘛会当参与阮为着自由神像即种的精修，即种的精神来做。我踏落去的时阵，我会笑容就走出来。保罗先生伫今仔日互咱的经文内底，伊讲，你着爱有希望。当你服侍上帝的时阵，
你若无喜乐，你所服侍拢是空空安尼。我就爱这个咱所讲的教会的创始人尼托生，我读过伊足济册。尼托生，伊伫1940年的时阵，互中共的政权关带监狱，关32年。伊的文人遐看张炳辉遐看时阵，才会顾监的人讲：你若过来，我甲你拍，互你死安尼。张炳辉游完照上去，结果拍甲规身躯的白仔骨断了。然后就过身去。尼托生迄年也过身去安尼。过身去的时，伫伊的枕头下骹留一张条啊，伊讲：基督是上帝的囝，为了人赎罪，死3日过活。这是宇宙最大的事实。我信基督，愿意为着伊来死安尼。伊互人称作华人世界的保罗，伊所建立的教会，因为伊来信主的人超过2000万人。一个军队，保罗军队耶稣基督的性命，有迄种的爆发力，就腓立比书第3章的第10节到11节，请咱三甲来读这节经文，做伙来预备来，互我捌伊，甲伊个我的关联，以及有分伫伊的受苦，来学习伊的死，看会通到底迄个对死人中的个我。有一天，咱的性命拢会消失。总是当咱性命消失的时阵，咱是毋是感觉我这个性命已经互耶稣基督甲我得到？我已经对迄个会朽烂、会死、会身躯，成做一个个我的活命。所以，伊上爱一首诗歌，伊讲叫做“互我爱，互我疼”，总是毋是为着要互人甘心听学乐，请你甲伊拍开。请你把这个打开最后一章，没有人，打得开吗？愿意受亏。
天父，当阮恬静的时阵，请你搁一届向阮来讲话，通过圣神来甲阮讲话，免啊用阮有限的生命，成做你的器具。感谢你，互阮伫四周围对伫历史到伫今仔日，阮活伫一个有历史性的教会，有济水的模样，互阮通群地。所以思想，阮常常互撒旦较赢，阮较爱听遐个八卦，阮对你的话声音渐渐失落迄种的敏感性。你甲阮看袂到模样，你甲阮毋知要哪行，你守护阮天堂的道路。感谢你，伫圣经内底，你留遮的水的宝贝，你将你的生命成做模样，伫阮的目睭中。你也通过保罗安怎学习你？行朝圣的路，你也通过这个宣教士，因怎将因的生命、青春互阮，互阮会当甲伊三甲共款，行烧香朝圣的路。虽然有艰苦、有流目屎、有济的痛痛，总是阮已经看见，过我的生命免流，伫遐咧听候。阮的生命毋但敢若得到你，也互你得到。我来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感谢主，互咱搁基督的脚步。即时，咱做伙三角来唱回应的诗歌，圣诗521首，圣诗521首。你若欠缺，真失望。你若欠缺，真失望，我着尽力来帮赞。救主看了就欢喜，显明真实趁道理。咱决二三听，咱决二三听，求圣神来帮赞，请吟专首，这是请大家起立。
请坐。即时，咱用感谢心来奉献。如果你若伫厝来咱教会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你毋好奉献。请大家起立，咱来唱奉献的诗歌。大家请坐。即时，咱要做伙三甲来看报告，请拍开你手中的周报。周报的第4面。欢迎今仔日第一遍来咱教会参与礼拜的兄弟。如果若方便，留下你的联络资讯、email、地址、line 等，互咱甲你会后分享，甲大岛联系。愿上帝祝福，保守恁全家。第2点，本主日搁一遍，咱换感谢自由站牧师伊2场的礼拜的讲道，咱嘛感谢季牧师伊的辛苦，愿上帝祝福，保守伊的手所做的工。第3点，2025年规年度的花材周报奉献表已经制作完成。敬邀请兄弟，如果你若有感动，会当去到着礼拜堂的后面门骹口遐来登记填写。这礼拜的花材周报奉献是徐丽玲纪念伊的爸母的感恩奉献。第4点，伫2月23，主日是联合礼拜，礼拜的时间只有加一场9点半。礼拜后，咱要召开1年1遍的定期会员好会，按照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会员好会必须要出席陪参会员超过半数，才会当来成立。嘛，请兄弟会当准备心来参加。共迄个礼拜3月23，咱有要举行圣餐甲即个洗礼式。如果有要洗礼的兄弟，
毋管是幼儿、成人，还是坚信类，会当去到着办公室伫遐来报名。同时，嘛欢迎成人体类、坚信类的兄弟需要上着学道班。那如果有其他或者的教派要设置伫咱教会的，需要来进行信仰的告别。那如果你若有意向的，会当向着办公室黄政委干事伫遐来填写相关的资料。佫有一项就是伫洗礼中间，是要爱上课，有咱邀请肖聪英牧师，伊是咱教会的议长。第6点，上年团契春季班嘛已经开始招生，请咱议员家己来看。会议的公告，这拢总有6点，请咱先到着第5面。这6点咱议员家己来看。线接社区的消息，社区的消息咱议员家己来看；教材的消息咱议员家己来看。教会教育的课程，英文查经班咱议员家己来看。如果有意向，会当报名参加。请看第6面的第2点，台湾新学院研究推广教育中心有这个陪伴力量的课程，老师是詹思怡老师。时间咱议员家己来看。佫有一个课程，就是宣教的实践甲认知。讲师是罗怡老师。咱如果时间上会拄好，有要上课，会当报名来参加。团契消息，请咱议员家己来看，请拍开到第7面。上义团契的日子今仔日无聚会啦迄个春节的假期伊嘛需要小休困一下安尼。公道的事项，这拢总有7项，咱嘛为着这继续提名来台岛安尼。其中第7项为着肢体欠安的兄弟来关心台岛，咱遮有6名，共有51位，有51位。伫双安安养中心有2位，咱嘛伫祈祷中提名台岛，愿上帝灵亲自看顾、保守、医治、赐福，嘛伫因家属的顶面。来，咱线接来看，每礼拜5的查经班的祈祷会，嘛邀请兄弟，会当搁较侪人踊跃伫遐来参加。请看第8面，第8面有门徒的小组以及家庭的小组，真侪兄弟如果恁若有意向的，会当看到这时间地点伫遐做伙来参与。咱毋是干那伫教会做礼拜，咱搁较爱有伫团契。服侍以及伫小组内底的同工，请先到着第9面、第10面。第9面、第10面奉献的名字，请咱议员家己来看。如果有错误，请会当向着财务部或者是财务干事陈小如干事来更正。这个时阵，咱要来唱煞尾的诗歌，圣诗520首，圣诗520首，咱吟诗煞要请记录师来祝祷。520首，至圣的天父，求你阿罗听，咱来吟诗煞唱阿妹。请大家起立。
谢你降纳阮伫你你的敬拜。我们特别为着遮个年纪较大的长辈人你祈祷，恳求你保守因伫即个寒天，每一个人拢会当得到你家己的眷顾。愿你过来一年，用勇壮的心、勇壮的灵，每一届甲阮三甲做伙，伫遮三甲敬拜，因留互阮济济水的模样，也成做阮通群地学习的对象。我们特别为着遮个也伫边床向你求救的遮个声音，主恳求你听阮，爱空来听阮微微恳求的声，或者个鼻痛会当早早来离开因。搁一届伫圣殿内底三甲组织来敬拜。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有圣神的相通，甲咱每一位三甲弟弟，对一粒起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咱议员徛伫，咱甲你头前后壁左右邻居咱大家伊来请安，感谢主，感谢上帝。过来，请坐。这时我来简单来介绍，有第一遍来咱教会做礼拜的兄弟无？若如果有，请你举一个手好无？无第一遍啦吼。这个时阵咱议员来到季牧师来fy祷道谢，来拍好我接有一项爱补充报告因为过年的中间，今仔日是旧历年的初五，所以马大班咱嘛爱休困啦今仔日马大班无爱餐，无要紧啦，一遍尔咱其实拢搁起等要食饭安尼咱用感谢心咱安静咱心，咱来灭倒散会。
外面较紧啊。这个油啊，当然好，我要回去，我走回去。哎，是嘞，哎，太去啊，未啊？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带领我们度过新春假期，再一次来到他的圣地，一同祭拜赞美他。在我们开始聚会之前，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先一起来开口赞美神。感谢神引领我们在新春假期与我们的家人、与我们的亲友有美好的相聚时刻，使我们可以从神领出来的爱与我们周围的人分享。感谢神保守我们出入的平安，带领我们在新春假期的过程，无论去到哪，都有主的平安同在，主的喜乐同在。我们为着这一周的假期，一切所经历的，向神献上感谢。主，谢谢你，你是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的神。在我们度过了旧历年，迎向新历年的时候，我们再一次看见主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主，谢谢你在这一周的假期，你恩待我们，让我们有许许多多与亲人、与亲友、亲朋好友相聚的时刻。主，谢谢你让我们可以在你的爱中相聚，因着你爱的赏赐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可以与周围的人分享爱。主，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一段的假期，我们有一些心理放松的时刻，身体有一些休息的时刻。主，谢谢你，纵使可能有遇到地震的情况，可是主，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你所赐的平安就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在每一个时刻，我们依旧平静安稳。主，谢谢你带领我们这一周假期的度过之后，明天开始我们要投入我们的工作，还有我们的生活作息。主，求你帮助我们在你里面每一天都充满力量，因为知道我们一切的供应都从你而来，我们一切需要的供应都是从你而来。你的恩典永不断绝。明白主，你是我们的阿爸父，你看顾我们一切的需要。主，我们就来到你的面前，要来欢唱、歌颂、赞美你是全能的神。主，谢谢你再一次引领我们的脚步来到你的圣殿，与弟兄姐妹一同在你里面口唱心和的来赞美你。我们可以敞开我们的心，在你里面，我们与你没有任何的拦阻，我们将我们自己敞开在你面前，将歌声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于你，我们荣耀的阿爸父。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我们一同起立，我们用诗歌来开口赞美神。我心欢呼跳跃，因为主的恩典已来到，我心不住呈现，因主的同在显明。我心欢呼跳跃，我心充满喜乐，因你的恩典已来到。有仇敌经验里，太幸福在此时，你救赎的大能已降临。我心不住称谢，我灵充满赞美，因你的同在已显明。你领向我吹起生命重新的力，你给到的喜悦已来临。唱哈利路亚，全地都因你欢呼喜乐跳跃，哈利路亚，因为你一切都可行。在这里面，我们心欢呼跳跃，我心欢呼跳跃，我灵流出喜乐，因你的恩典已来到。有仇敌经远离，爱情不再持续，你救赎的大能已降临。我心不住称谢，我灵充满赞美，因你的同在已显明。你领向我吹起生命重新的力，你给到的
光明。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每一天都领受他话语的教导。神也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诗歌，我们的拯救。我们在他的里面，我们要时时刻刻欢唱赞美他。我们在神的里面领受他的话语，每一天下神奇，主的恩典够我们用，我可以经历他恩典的供应与带领。我的力量，我是的，我的拯救。
关系的问候。主，我相信主你都在使用我，成为我身边人的祝福，成为我的职场的祝福，成为我居住环境的祝福，成为这个国家的祝福。主，因为我相信你是蛮有丰富的神，在你里面拥有丰富的人生。主，我也渴望我身边的人，我所爱的人，他跟我一样领受这丰富的人生。若不是你在我们生命里面，一切都是往来。唯有你是我们的盼望，唯有你是我们的力量。在人生的旅途中，我靠你的刚强，因为你是我的阿爸父。不晓得你想到明天开始要开始上班、开始开工，你是否有劳苦重担？
确信你与我同在，无论高山低谷，无论环境如何变化，你都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我的拯救。当我软弱的时候，你的恩典够我用；当我迷惘的时候，你的圣灵围绕引导我，使我刚强站立。主，我相信我领受你的应许，你的恩典够我用。每一天，你的圣灵围绕我，引导我，我就可以走在你的旨意中。主啊，求你让我可以为着你的梦想而活，每一天努力的奔跑，努力的完成你所托付的使命。主，我相信因着你，我已经得胜；因着你，我已胜过这世界。再没有任何人事物可以使我惧怕，使我动摇，因为你是我的磐石，我的依靠。主，我愿在你的国度里努力的奔跑，相信你的手紧紧扶持着我，使我可以得着你所为我预备的永恒奖赏。主啊，我在你面前将生命完全交托于你，每月每一天脚步紧紧跟随你，直到见你那一面。这是我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会众请坐。这是邀请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诗歌的结束，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耶稣，感谢你爱我们，你真真实实的来到世上来体会我们的软弱。谢谢你愿意认识我们，谢谢你愿意如此的不顾一切，只为了挽回我们的生命。我们要来活出你的样式，来荣耀你。求你帮助我们，让圣灵来时常的提醒我们，什么是可行的，什么是我们不该做的。让我们懂得时时依靠圣灵，来与父神你耶和华同行，过着有意义的生活。我们为此在病痛中受苦的兄姐来祷告，恳求你医治的灵来医治，亲自来与他们同在，在这不容易的过程中来经历你的慈爱。天父，感谢你在我们过节的这个当中，我们家人可以来团聚，这是多么值得珍惜的时刻。谢谢你的预备跟安排。主，我们明天又要来开始我们的工作。求你保守我们在我们职场里面，我们有你的同在，我们有你的带领来荣耀你。也为着众教会所预备的事工来向你献上感恩。求你来带领众教会，在这样的服侍你的过程中，服侍人的过程中，来彰显你的荣耀。天父，我们感谢你。祷告最后，我们来用耶稣所教导我们的主祷文，我们同声来开口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利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这是我们预备心来奉献。
会众请起立。这时，请我们依然站立，我们用使徒信经来告白我们的信仰。使徒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会众请坐。这时我们下来攻读神的话语。今日的圣经节有2处，一处是在腓立比书的3章6到17，另一处是在腓立比书的4章1到4节。翻到之后由我来读。就热心说，我曾经迫害过教会，所以如果遵守某些法律就算是义的话，我并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地方。但是我一向认为有盈利的，现在为了基督的缘故，我把那些看作亏损。不止这样，我更把万事看作亏损，因为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为了他，我损失的一切当作垃圾，为要以得基督。完全跟他以前，我不再有那种因遵守法律而有的义。我现在有的义是因信基督而有的，是上帝所赐的，是以信为根基的。我只渴望认识基督，体验他复活的大能，分担他的苦难，经历他的死，希望我自己也可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成功或已经完全了，我继续奔跑，只求你的那奖赏。其实我要使我达到这目标。基督耶稣已经先赢得了我。弟兄姐妹们，我并不认为我已经赢得了这奖赏，我只专心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全力追求前面的事。我向着目标直奔，我要得到奖赏。这奖赏就是属天的新生命，是上帝借着基督耶稣呼召我去领受的。所以，我们当中所有灵性成熟的人，都要有这样的想法。如果你们有不同的想法，上帝会清楚地指示你们。无论如何，我们要依照我们一向所遵行的规矩向前走。弟兄姐妹们，你们要继续效法我，我们已经为你们立了榜样，你们要学习那些效法我们的人。弟兄姐妹们，你们是我所亲爱的，我多么想念你们！你们是我的喜乐，我的华冠。亲爱的朋友们，你们要依靠主站得稳。尤阿蝶和寻都基2位姐妹啊，我劝你们要在主里同心。我忠实的伙伴啊，我也要求你们帮助他们2位，因为他们在福音的工作上跟我、格利勉以及其他同工一起劳苦过。这些人的名字已经都记在上帝的生命册上。你们要因为跟主连结而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今天正道的题目：朝圣脚中基督丰盛活命的喜乐。我们将讲台给季牧师。
大家平安，新年恭喜，上帝爱你。很高兴在年初的时候，我们也将我们的时间来奉献给神。那我们今年有好的开始。我不晓得你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当你仰望神的时候，你看到什么东西？有没有看到这里有几个叉？有没有？这里有没有几个叉？什么意思？我们可以讲3个叉，什么意思？有没有人看过这样的一个标志？有没有人去过荷兰？去年我35天在荷兰，在阿姆斯特丹，他们到处都是这个3个叉，不是好，不是那些不好的意思，3个叉，到处都是。我去的时候，为什么？这是在我们台湾是不好的标志，这样。但是他们3个叉是他们的市徽，城市的市徽这样。因为在第16世纪的时候，荷兰有很多的瘟疫，很多的火灾，很多的水灾，他们就像这3个不好的东西说什么 ？No， No， No。然后慢慢的演进，这3个 No 就成为他们的标志。而这3个 No 在基督教的传承里面，我们知道我们台湾什么时候开始有福音？第16世纪的时候，福音第一次来到了台湾，通过荷兰人他们的宣教师将福音带到台湾，所以3个 No 代表3位一体，3个 No 也代表什么？各个他的3支什么？3支十字架。我们教会就严成这样的一个，既然在我们的礼拜堂里面也有这个记号，教导我们怎样去仰望神这样。我以前在美国牧会的时候，我们教会大概有450个人，比我们这个还大。每个礼拜天都有一对，一个97岁的推一个104岁的亲家母，2个是亲家母，然后他把他的轮椅这样一直推到前面来。我每次看他们走这一段路的时候，我都非常的感动。亲家母平常很难一起对话的，但是这一对亲家母每天87岁推104岁的来到神面前，一起敬拜仰望神。有一次我就问他说：“你104岁了，你每天在干什么？”104岁很难想象他每天在干什么。他说：“104岁，我的眼睛不好，我的手脚不好，但是我的嘴巴还很棒。”他说：“你的嘴巴干什么？”用来祷告神，用来跟神对话。因为我已经104岁了，我时间不多了，我怎样学习怎样跟神对话？我说：“你用什么跟神对话？”他说：“我用诗篇。”诗篇里面有很多跟神对话的话语。你要做一个学习会祷告的人，你一定要会学习诗篇。诗篇就是当他们很痛苦的时候，像摩西很痛苦的时候，他怎么跟神对话？像摩西，他在诗篇90篇的时候，他说：“神的时间好像什么？1000年好像一个什么？一个刹那。”我说：“神是怎么算时间的？”我们记不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1岁的时候过年要等很久，对不对？5岁的时候比较快一点，10岁的时候更快，30岁更快。为什么？我们没有算过。为什么你觉得时间越来越快？因为如果你懂得数学的话，1岁的时候，1年是他的多少？1/1。2岁的1/2，10岁变成多少
1/10，100岁变成他的多少？他的1/100的时间了。因为上帝有多少岁？1000岁？不是，上帝是一个无限大，所以无限大分母的时候，上面的1就好像什么？这样一个刹那，就多久？1000年了，1000年。所以有一个笑话说，一个美国人跟上帝说：“上帝啊，你可以按照我所求的给我。”上帝跟他说 ：“1 minute。”英文叫做“等一下”的意思 ，1 minute。但是等了1-2年都没有听到上帝的回应。原来上帝的1 minute 有多长？大概3年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年的时候，我们怎样去数算我们的日子，我们怎样将我们的生命朝向上帝给我们的指标在跑。诗篇是最好的跟上帝对话的经文。这个人叫做 Eugene Peterson， 他是近代很出名的一位神学家，也是一个牧师。他写的40本书，有时候一本书超过1500万的人在看，100万。在他的书里面，他常常在教导怎么用圣经来跟上帝对话。他的书很有意思，跟保罗一起祷告，跟大卫一起祷告，跟某一个信仰的伟人一起祷告，特别是诗篇。怎么通过诗篇来跟神对话？诗篇好像走天路的行程，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行囊，你必须把它带在你朝圣的过程当中。如果没有这个行囊，你很难跟上帝有好的对话。我们知道这个人叫骆先春牧师，我们淡水教会出身的。他原来在淡江中学教书，后来上帝呼召他去念神学院，后来就到三峡教会牧会10年。1947年的时候，上帝通过孙雅各牧师当时的神学院长说：“你到山上去布道。”结果他就一个人到山上去布道，20年建立167间原住民的教会，20万的人信主。他每天一个人在山上上上下下，他怎么样得到力量？他用诗篇，特别是诗篇121篇所说的。诗篇121篇，这个叫做我们叫台语叫做上行的诗篇，就是他们在朝圣的时候，他们在吟唱的诗篇叫做上行的诗篇，朝圣的诗篇。骆先生牧师他每天在山上，他用诗篇121，刚好我要举目向山，我的帮助从哪里来？最后我们可以看到，你保守我免受一切的灾害，你保守我的生命，我出我入，耶和华必保守我。用诗篇来跟神对话，用诗篇来做他的灵修。我以前在神学院讲道学的时候，常常告诉我的学生说：你如果不灵修，你就没有办法讲道。你讲出来的道不是上帝的道，是你自己的想法，是你自己的人生哲学，那不行。要讲道，你不从神来领受，通过灵修，你讲什么道？你讲的都是你自己的话而已。这样，所以有个很著名的神学家 Stanley Hauerwas， 《Time》杂志曾经说，他是美国最了不起的一位神学家。他这样说：基督徒的生命好像是一个奔向天国的朝圣。他用英文讲这样说 ：Last thing one should want is a personal relationship with Jesus。一个人做基督徒
做了30年、40年、50年、60年，甚至80年，他如果没有感受到跟上帝、跟耶稣那样如胶如漆的关系，你以后到神那里去，你怎么跟他对话？圣经上有一句话，我们都会背，《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怎么说？如今长存的有什么？有信，有望，其中最大的是什么？爱。你没有想过，你背了很久，你没有想过这一句话告诉你为什么爱最大？保罗在写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他说：“当我面对面跟神对面的时候，信还需不需要？你已经碰到神了，你还需要信吗？不用了。你已经到神那里，你还需要盼望吗？你需要什么东西？跟神那种如胶如漆的关系，叫做什么？叫做爱，叫做阿嘎佩。所以这位神学家 Howard 在我们朝圣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学习跟上帝建立一个什么如胶如漆的那种关系？你有没有曾经读经，然后读得不想睡觉，整天整晚都在读经？你有没有唱了一首诗歌，没有办法结束，继续唱？我很喜欢我们的长老会诗篇的圣诗，有时候我从第一首一直唱到最后一首，我的儿子听到就说：“啊，爸爸今天又喝了一泡好茶。”这样不是。当你进入到跟神这种很亲密的关系的时候，你舍不得走，舍不得去做其他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今天的经文里面，他说：“我信了耶稣，我可能什么失去一切。”他写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他是被放在监牢里面，明天等着最后的审判，有可能是生，有可能是死。他去回想，如果我保罗不要在大马色的路上碰到耶稣的时候，我可能会是怎么样？但是我们知道保罗在他的生平里面，他有好的教育，对不对？他接受法利赛人，他有最伟大的老师加马列。他家里很有钱，他可以拥有什么罗马的公民权。他的道德非常的高超，但是偏偏是不信还是有信，在大马路上碰到耶稣，结果我现在什么都没有，做一个囚犯，等着明天可能是一个死刑的判决。所以他说：“我曾为这个损失我的一切，现在我把它看成什么粪土，又要得着什么？得着基督。”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价值的比较，他为了跟耶稣、跟基督有这样如胶如漆的关系，他看这一切，损失这一切，他损失这一切，他不感觉有什么不好这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的生命，当他顿悟的时候，生跟死当中，他都觉得什么？那不是最重要的事。明天可能上庭的时候就说好，你要被斩头，但是他不在乎。他怎么说？他说：“我所盼望的是要得着基督，或是被基督得着，或生或死。希望在我的身体能够成为上帝的荣光。”在2019年，我有一次受邀请台湾神学院邀请我做神学讲座的讲员，在双联教会。那天当我讲到一半的时候，我突然瘫痪，整个身体好像一点力量都没有。他们有2个执事医生赶快冲上来，
把我带到旁边，让我休息量血压，完后问说牧师要继续讲吗？好，我继续讲，讲完马上送到台大的急诊处，这样到的时候哇，吐得满身都是，结果马上送 MRI， 是主动脉剥离这样。所以医生告诉我，牧师下次碰到这种事情，你讲下去就什么，就完蛋了，因为救急的时间只有70分钟而已。所以我马上送手术。在手术的过程当中，他们让我的心脏停止10个小时。手术15个小时，让我心脏停10个小时。一个人心脏停10个小时，代表他已经什么？已经翘掉了啦，已经死了。因为他们做体外的循环，心脏不动，但是还有血液通过这个机器送到每一个器官。在那10个小时里面，请问你，一个死人他去哪里？去见上帝，我看到光。然后当我跟上帝碰面的时候，我第一句话说：“哇，原来你是真的这样嘿。”因为我在神学院教圣经，我就问他说：“上帝啊，圣经上讲的这些话是真的吗？”他说：“每一句话都是真的，每一句话都是我对人类的应许、盼望和我拯救的计划。”这样，我一位孙女，她那时候6岁，她为我祷告，唱一首诗歌。我的女儿把她寄回来，那首诗歌叫做 Jesus has power， 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唱过这首诗歌 ？Power, power， 有没有那一首诗歌？我感受到保罗在最后他的人生的过程当中，他说或死或生，他只在乎一件事情，在我的身上能不能够将上帝的荣耀彰显出来。当我跟上帝对话的时候，上帝跟我说：“我要让你成为死而复生的见证人。”所以，后来我出来以后，我慢慢尝试知道上帝讲这句话什么意思。去年的4月，我接到一个电话。一个长老说：“牧师，你能不能来马街一下？因为这个病人已经昏迷大概2、3个月了，但是他的女儿希望他能够受洗。”我就冲过去。这个病人已经昏迷2、3个月了，我怎么帮他洗礼呢？我怎么问他话呢？结果想不到，当我到的时候，这个病人居然将他的眼睛张开，这样。当我们在赞美神的时候，他不止眼睛张开，越来越有神想要讲话的那种感觉。我就按着他的手，我要问你3个问题，来跟你实习。你相不相信这个世界是上帝创造的？按一下，他有感觉。你相不相信耶稣是你的救赎主？按一下有感觉。你相不相信圣灵是你的保惠师，也带领你将来的日子？按一下他有感觉。当他醒过来的时候，当我们在准备受洗的时候，他的太太，因为他全家只有这个女儿信主，他的太太说：“牧师，我可不可以一起这样？”然后就一起受洗。到右边经过3个礼拜以后，去参加他的追思前一天晚上的告别礼拜的时候，我问他们全家人：“
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他们都说我们愿意。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他的一生里面，他最后的时刻，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面，你要去经历上帝在基督里给你的惊喜。这样有没有？当你读到一段经文的时候，读到耶稣说的话的时候，那种惊喜让你没有办法停止，你也想告诉你的感动。保罗当他还没有信耶稣之前，在我们刚才所念的第6节，他说：“论热心，我是什么？我是逼迫教会；论义，我是无手指责的。”哇，多骄傲的一个人，什么都有。但是他接下去，当他在大马路上碰到耶稣的时候，他不懂得耶稣。他说：“你是谁呀？”耶稣怎么说？我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这样，他曾经有很错误的朝圣的观念，像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回教徒有没有很热心？够热心。你在高铁可以看到他们一个毯子铺下去，他们就在那里祷告，对不对？有没有看到一个基督徒突然跪在高铁在那里祷告？有没有？从来没有看过。他们对他们的神阿拉那种热心，所以成为回教徒，他们至少一生一次要到那里去朝圣，到麦加去朝圣。每次去朝圣的时候，几百万人要经过一个小桥，所以每一年在这个小桥互相踏实的都超过1000人。2015年甚至有2500个人在那里踏实，为自己的朝圣踏在别人的肩膀上。这个就是保罗当他还没有信耶稣之前，他的朝圣的观念。这样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他第一次出现在历史舞台的时候，在使徒行传第7章，对不对？当史提反被用石头打死的时候，圣灵充满史提反，结果他被石头打死。我们常常一个观念，好像圣灵充满应该是什么？蛮有能力的。但是圣经提到史提反在圣灵充满的时候被石头打死啊。那圣灵充满是什么意义？他没有把石头打回去，让这些要把他丢死的人缓接到石头。他跪下来说什么？我看到天开。神啊，不将这个罪归在他们的身上，因为他们说这样的 power 有没有比石头打回去压死？像我们可以看到的那些蛮有 power 的人更有能力这样。但是圣经记载，当史提反这样的一个情况，保罗怎么说？第7章的最后一节，扫罗喜欢他什么？受害。用我们今天的语言就是说，当他被石头丢死的时候，保罗在那里画什么？赞。哇，好高赞！我帮你们顾衣服，我还不够成年，我不能够丢石头，但是我帮你们看衣服。所以后来他在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他说：“我是一个什么罪魁？我是一个罪魁，我是逼迫人的，我是亵渎神的。以前我认为我是热心爱神的，结果我是一个什么亵渎神的。”最后他说：“主的恩典格外的丰盛，让我在基督里有什么？有信，有爱。这样对神的热心，如果没有爱，没有信，常常
让人走入什么？走入歧途。当耶稣要上哥哥他的时候，他告诉门徒说：“我要受苦受定，3天要复活。”结果门徒的反应是什么？特别是彼得反应最强烈，他马上指责耶稣说：“你乱讲！我们所期待的弥赛亚不是你说的这个样子，我们所说的弥赛亚是从天而降，你怎么说你要去受死呢？”哇！这个时候耶稣很伤心，也很生气。想不到你跟从我3年，你的价值观是你朝圣的价值观是这个样子。他讲了一句话，最严厉的，从来没有讲过这么严厉的话。这个最严厉的话是什么？撒旦，退到我的后面去！哇，这种话真的非常的严厉。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错误的价值观，让耶稣讲出这么严厉的话。然后接下去他怎么说？若人要跟从我，就当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若有一个人要得着生命，他必须什么？失去生命。他还讲了一句我们都会背的：一个人若赚得全世界，失掉他的什么生命，有什么益处？那个生命在原文叫做 “uk”， 应该换作灵魂的意思。一个人得着整个世界，失掉他的灵魂，有什么意义？所以他说：如果你要得着生命，你必须学习为我和福音失去你的生命。所以在我们信仰的朝圣过程当中，我们很需要什么？榜样。当你去旅游的时候，你需要有一个 guide， 有一个导游，教你怎么走这样的道路。保罗也是一样，他过去很错误的朝圣观，他后来最喜欢讲的一句话是什么话？来学习我，向我什么？学习基督。这样榜样在原文的字叫做 tupon，tupon 的意思就是模型的意思。像耶稣在保罗身上就塑造一个模型，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常常用一句话：生命影响生命，对不对？不对，耶稣是用他的生命来复制我们的生命，不是影响我们。所以保罗怎么说？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什么？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这个生命被神、被基督重新塑造，那个叫做 dupon， 像一个圆形膜跟你盖在一起，那个意思这样。所以他说：兄弟啊，来学习我，看我怎么去学习基督，来学习我们，看我们怎么样学习基督。这样，这个就是保罗他的 key dream key。这个 dream key 在第3章第10节、12节，我们刚才讲得很清楚。他要学习基督什么东西？往往我们说学习基督，可能是很荣耀的样式，最好也可以变饼，让5000个人吃，对不对？我小时候，我们的主日学老师教得很好，拉撒路的故事。所以我小的时候常常走过一个商家的时候，我一种冲动，那时候才10岁，很想进去跟他们说：奉耶稣的名叫你干什么？起来！这样有没有疯狂？哇，跟从耶稣有这种 power 多好，学习耶稣有这样的 power 多好。但是保罗不是，他说：让我效法基督的什么死，让我效法学习基督怎么死。他说：让我认识基督，晓得他负我的大能，并晓得怎么跟他一同受苦。最后那一句话，和本这样翻译：效法
他的屎，在原文的意思说，让我的屎的样式跟他的形状一样，这样。所以他说，不是我已经得着了，是我竭力追求什么东西？得着基督，这是我们常常知道的。但是下面那一句话，我们有时候会忘了。你有没有让基督得着你？我们很希望得着基督，很清楚。但是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让基督得着，来使用你新的生命呢？我们可以看到，台湾长老会常常会让人家说这个教会不大传福音，这样不够热忱。但是如果我们翻开我们长老会的教会历史160年，多少这样的宣教师，他们将他们的青春生命给了我们，留下一个很大的榜样。左边这个李修牧师，他是台湾第一个160年第一个牧师。马雅各他不是牧师，他只是医生而已。李修27岁了，带着他的太太，他的太太已经肚子很大的，他的太太比他大12岁，来到台湾12年，建立25间教会。他过世的时候才39岁，这样。我们可以看到中间这个马偕，我们都很熟，27岁来到台湾，孤单孤零零。第一次有7个人受洗，受完圣餐，拿着一封信，加拿大的大使馆给他的，打开一看，他最亲密的姐姐 Mary 过世了，他一直哭的很伤心。旁边的那些门徒年纪都比他大，说这个年轻人真的需要有一个陪伴者，希望跟他找什么？找伴侣。结果马偕什么人都看不上眼，却看上一个12岁的小女孩，就是阿长啊，这样我们今天的不能够结婚，一直等到马偕34岁的时候，阿长啊18岁才跟他结婚。结婚日子还特别选教会创设纪念日的5月27日，这样。可以看到中间这个叫做卢嘉明，22岁从伦敦的医学院毕业，就来到台湾。3年以后，他建立了今天我们所说的彰化基督教医院的前身。他看过的人，按照他的日记所写的，有13000个人得到他的医治。25岁热病就过世了，要送去嘉义的时候来不及。后来他死的时候，他说：“把我葬在台湾，因为这是上帝呼召我来将我的生命献上的地方。”25岁。这样的故事，生命感动了南大卫医师。3年以后，南大卫医师来到台湾，一个人孤零零的工作了17年，上帝才将他的伴侣连马玉跟他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走过的长老会的这些榜样。他们将他们的生命、青春给了我们，他们不后悔。这个人明友德牧师，他担任过丹江中学的校长，担任过台湾神学院的院长，他还做过我们的代理总干事。他有一天，一个妈妈带了8个孩子，因为他的先生刚过世，来到教会说：“明牧师，我没有地方去，我的先生走了，8个孩子需要我抚养。”明友德牧师说：“好，那你们就暂时住在教会里面吧。”
经过几十年，他的孙子就是连家恩医师这样。连家医生他当替代医时候到贵州去的时候，看到这些人，不只是帮助他们将福音传给他们，他需要有更多的资源。他打电话回来跟他的爸爸说：“爸爸，你可以帮助我一下吗？”他爸爸是一个牙科医生，刚好在看一个病人。那个病人问他说：“他需要多少钱？”他说：“60万。”那个病人说：“我全奉献。”明友的牧师在台湾做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将台湾的教会带到像普世宣教的运动。连家恩，这个他曾经帮助了家庭的后代，帮助他完成了在非洲建立的恩林小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怎么说，他说：“兄弟啊，你们要来学我，看看我们的榜样，也看看那一群跟我一样学习耶稣基督的那一群人。”在我的信仰过程当中，有2个人影响我很深。第一个就是谢维牧师，因为他是在我们要去我们20基督教医院的途中过世。我高中的时候，谢伟牧师常常到那里去，1个礼拜去1次。他去看病人，非常的亲切。我们那时候还是高中生，他看完病人，我们就到病床跟他递单张这样。但是在1971年的6月17号下午13点55分，他开着车子在民间的时候，他将他的生命交回给神。当他的故事传到我们教会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有20个人，我们就决志说我们要跟他走这一条路。这样，他留下的几句话：第一个，我甘愿为主成为一个人家看为愚蠢的人。另外一句话，他说：如果上帝不存在，我的生命是虚空的。我的生命为什么有力量？因为我常常仰望这一位创造我的神。这样，在我大学的时候，我们常常到监所、到医院、到山上去传福音。有一年，我们12个人的布道团要到山上去传福音的时候，晚上住在韩伟院长的家。隔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他的 apron 绑好，他在厨房为我们12个小萝卜学生做早餐。他那一天煎的蛋，我到今天还记得清清楚楚，好漂亮的煎蛋。我们跟他说：院长，这样不好意思吧？我们12个小萝卜，你院长来服侍我们一个一个。他说：你们错了。今天早上你们要到山上去服侍神，你们就是上帝的仆人。我服侍的不是我的学生，我服侍的是谁？是上帝的仆人。所以我觉得很光荣，今天早上可以跟你一起同工做早餐，好让你们上山的时候有力量去服侍神。他留了2句话，他55岁就过世了。他这样说 ：We are second to nobody。在神的眼光里面，你不会输给任何一个人。我们都是神眼中的什么同人。最后他也留下一句话：我们不是要给人服侍的，我们是什么？生来服侍人的。我们可以看到保罗说的，看这些榜样。我在1980年代到哥伦比亚去进修，那是一个穷学生。那时候 Staten Island 刚好
就是这个 Liberty Statues 自由女神在整修这样。我一个穷学生，神学院的穷学生去参观，他们看到我就给我贴一个贴纸在这边，叫做 I love New York， 然后跟我说，请你给我5块钱这样。5块钱当时很大，我的眉头马上什么皱起来。他又给我另外一个贴纸，叫做 I love your smile 这样。我希望看到你的笑容。我突然就笑起来，感觉很安慰，可以参加你们这么伟大的什么 Liberty Statue 的整修这样。保罗在他的一生里面，他受过的苦，他曾经说最多。特别是在哥林多后书第11章，他说：“我受过鞭打，我受过传播，我受过石头丢，受过了这些苦。但是今天的经文，他偏偏告诉我们，你要怎么样？你要常常在什么？在主里喜乐。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在主里喜乐。我们今天的敬拜赞里面有说，在耶稣基督里，你怎么？你已经得胜了。得胜什么东西？得胜这些苦难，让你基督里面的喜乐可以奔放出来，这样可以奔放出来。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一个人，不晓得认不认识尼托生，他被人家称为20世纪华人的保罗。他的英文很棒，写了很多英文书。他的英文名字叫做 Watchman， 守望者的意思。他传福音到处，最后在1940年的时候，他被中共的政权关在监所里面，关了32年。他的太太张品惠常常去看他。这些看守囚犯的说：“你再来，我就把你打死。”结果最后他再一次去，结果被打的整个身体所有的骨头都碎掉，后来就死了。同一年，尼托生他也过世安息了。在他的枕头下面，他留下这样一个小字条，他说：“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为人赎罪而死，3日复活，这是宇宙最大的事实和启示。我信基督，我愿意为他而死。”保罗怎么说？来学习我，向我学习基督。学习基督什么？学习基督的死，将破碎自己。上帝给你的生命，有限的生命，你想去破碎它，让它重生。像保罗说的：“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学习基督的死。他说：“我认识他，希望他负我的全能，有份他的受苦，来学习效法他的死，好让我这个有限的生命，真正的能够什么？能够重新复活。”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走着朝圣的道路走。你有没有一首诗篇，让你每天灵修，跟神越来越近？你有没有常常想保罗怎么样来效法死？他1930年他留下一首诗歌，叫做《让我爱而不受感戴》，请你把它打开。
让我爱而不受感戴，让我失而不受赏赐，让我经历而不被人敬，让我受苦而不被人妒，只知清酒不知饮酒，只想百病不想流病，道出生命来世人的幸福，舍弃爱你而世人的束缚，不受体恤，不受艰苦，不受推崇，不受安抚，宁可凄凉，宁可孤苦，宁可诬告，宁可背负，愿意以血泪作为冠冕的代价，愿意受亏损来度旅客的生涯，因为当你活在这里时，你也是如此过日子，欣然忍受一切的损失，好使尽你的人的事。我竟不知前途就有多远，这条道路一去就不再还原，所以让我学习你那样的完全，时常被人辜负，心不生缘。求你在这惨淡时期之内，擦干我一切暗中的眼泪，学习知道你是我的安慰，并求你的喜悦一度此碎。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将你的生命给了我们，护治我们的生命，好让我们成为你的代言人，在这个世上为你来发声。我们记得你当第一次进入到历史的舞台，开始你的宣道，我们听到施洗约翰说：“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主，你就成为现在上帝的羔羊，将你的生命给我们，护治我们的生命，好让更多的人能够跟随你。我们看到保罗怎样学习你的生命，我们看到那些台湾早期的宣教师怎样学习护治你的生命。我们希望在这一代里面，我们看到尼托生借着他愿意破碎，他将你的福音传给超过3000万人。主，我们谢谢你，在这个时代仍然看到这些朝圣的生命，怎样每天在灵修，通过你的话语
得着力量，好让我们可以一生一世来跟从你。我们将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这时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圣诗第521首。会众请起立。你若缺乏有失望，我当尽全力帮忙。救主看见心欢喜，彰显世间主真理。当彼此相爱，当彼此相爱，当彼此相爱，求圣灵来帮助。你若挫折心烦恼，你当为我请祈祷。救主看见心欢喜，彰显世间主真理。当彼此相爱，当彼此相爱，当彼此相爱，求圣灵来帮助。你若心会有人，我要唤起你的神。救主看见心欢喜，彰显世间主真理。当彼此相爱，当彼此相爱，当彼此相爱，求圣灵来帮助。彼此相爱常鼓励，一切荣耀归上帝。救主看见心欢喜，彰显世间主真理。当彼此相爱，当彼此相爱，当彼此相爱，求圣灵来帮助。会众请坐。好，这时我们翻开我们手头上的周报，一起来看报告事项。欢迎今天第一次来本会参与的礼拜时的兄姐，敬请你们留下联络资讯，以利往后分享与代表联系，愿上帝赐福保守你们。第二点，本主日再次欢迎基福站牧师与2场礼拜讲道，感谢牧者的辛劳，愿上帝赐福保守季牧师。第三点，2025年整年度的花材周报奉献表已制作完成，那敬邀兄姐可至礼拜堂门口来登记填写。本周花材周报奉献为徐丽玲姐妹纪念父母亲的感恩奉献。第四点，原为2月9号主日联合礼拜，改为2月23的当天来举行。那礼拜后将召开定期的会员合会，那请注意当天只有1场礼拜。按照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法规行政法规定，会员合会须有应出席陪参会员的过半数才能成立。那请兄姐预留时间来参加。
3月23的主日举行圣餐及洗礼式，请要洗礼的兄姐、幼儿、成人跟坚信礼，那需向办公室报名。同时，欲成人洗礼、坚信礼者需要上学道班，也欢迎欲从其他教会申请陪参会员，汇集转入至本会，或者是从其他教派欲涉及本会者，需进行信仰告白，请向办公室的黄金会干事填写相关资料，并附上个人照片。那相关细项，请我们自行来参阅。第6点，松林大学2025年的春季班开始招生，报名时间即日起，那到2月22的上午。上课的时间是9点到5点，课程区分，请我们自行来参阅。那请大家为松林大学的事工关心代祷并奉献。会议公告，淡水教会2025年的第1次修会公告，请我们自行来参阅。社区消息及交界消息，请我们自行来参阅。那教会教育课程英文查经班将在2月15号来开始，全新的一季课程。欢迎会友可向办公室梁立安干事来报名上课。上课的时间是在每周6的上午10点到12点。那地点是在马偕基业大楼的2楼马偕厅。课程内容请我们自行来参阅。那第2点，台湾神学院研究院推广教育中心在本会开设课程，那欢迎兄姐踊跃报名参加。那如果需要报名的话，请向立案干事来做报名。那课程总共有 A 跟 B， 那我们请自行来参阅。团契消息，请我们自行参阅。公道事项，为教会聘牧代祷，为大埔地震及加州野火受灾户善后代祷。那其他请我们自行来参阅。那报告完毕，我们一起来唱圣诗第520首。诗歌后，请祭牧师为我们祝祷。会众请起立。神的天父，恳求你垂听，叫我们相爱，赐下你生命，心温柔谦卑，心得更加坚。教导我们今生生活，如在你面前有处处真我，主我能确信遵行主道路，爱人如爱己，定睛看耶稣。确信你是常清净，我虽然软弱，主恩无穷尽，世上和你多，将令人伤心。父神，谢谢你，愿让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我们愿意将我们的这些长辈，特别在冬天的时候，将他们身体仰望你。
我们更为那些还在病床等待你医治的这些兄姐，恳求你他们能够得到你的怜悯、医治完全。谢谢你，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想认你为他们的主，将他们生命给了你。主，这个时候也恳求你悦纳他在你面前默默的决志。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跟你们每一个人同在，从今日直到永远。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新年恭喜！那我们现在这个时候跟你的前后左右，我们来行平安礼。好，新年快乐！好，大家请坐。今天我们的马大班还休息哈，因为现在是过年哈，所以今天没有提供爱餐哦。那我不晓得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淡水教会参加礼拜的弟兄姐妹，有的请你们起来，让我们欢迎一下，来，贵姓？请问您贵姓？贵姓？吴，好，欢迎您啊！还有吗？好过年期间淡水今天下雨，人比较少一点而已，不然前几天天气好的时候，你走出去就连动都动不了哈。那在新年这个时候愿上帝祝福大家出入平安，耶和华保护大家。好，我们这时候殿乐，我们默祷散会。心忧伤，切莫觉